2026世界盃終於嚟到決賽啦！西班牙大戰阿根廷。咁睇呢場決賽分析前，建議大家睇翻法國對西班牙同阿根廷對埃及嘅分析，對兩隊先有初步了解呢，會睇得更加投入。咁首先西班牙整體貫徹今屆世界盃嘅打法，嚟到決賽都冇咩特別嘅調整，繼續用奧耶沙巴、奧莫協助 Overload 中場中，希望俾到更多空間也馬喺邊路發揮。而阿根廷正選有少少調整，中場唔用防守較好嘅帕利迪斯，反而用力高岡沙利斯打中場，目的可能唔想過於集中中路同西班牙糾纏，利用岡沙利斯嘅衝擊力同埋中堅馬天尼斯嘅出球能力喺左邊殺出一條血路。睇分析之前，先睇睇今條片嘅贊助啦。世界盃呢段期間，大家都經歷唔少重要比賽，無論支持邊隊國家隊，都一定對領隊、教練嘅排陣方式或者戰術取態有好多意見，甚至唔滿意嘅地方，恨不得自己落場帶隊。咁而家就有機會啦，大家可以試下下載 Sega 新創造球會2026，延續世界盃足球嘅氣氛。咁而家遊戲正舉辦活動，國際盃舉辦期間，你可以從16個國家選擇喜歡嘅代表隊，調整並強化國家隊嘅內容。咁呢幾個星期你唔滿意邊隊國家隊教練，就不如試下自己親身帶隊，同世界各國嘅強隊對戰，考下大家嘅功力。活動期間率領難度 normal 嘅日本隊奪冠，仲可以獲得日本代表隊球衣嘅套裝。除此之外，遊戲仲舉辦緊多項半周年紀念活動，完成指定任務解鎖限定陣式1000嘅 GB 同埋巴西主題 SP 球員發掘券100張。咁重點仲有半周年限定卡鋪，咁當中有世界級傳奇球星比利同3位巴西球員登場嘅期間限定發掘，抽中3星比利有低機率獲得卡片上有親筆簽名嘅特別版本，而且仲有一次限定發掘，保證可以從10名3星 SP 球員中獲得1名，咁千祈唔好錯過啦！大家可以喺下邊說明欄撳翻個下載連結，或者 scan 畫面上嘅 QR code 下載遊戲。咁快啲下載，一齊試下帶領自己中意嘅國家隊，實踐自己對足球嘅想法，延續世界盃嘅氣氛。咁我哋落翻球場睇波先。阿根廷冇球嘅時候 ，Middle Block 4-4-2防守，比賽初段選擇高壓應付中場 Overload。西班牙中場雷斯攞波嘅時候，安素法尼迪斯壓前唔俾佢咁易轉身。皮球去到右中堅嘅時候，麥亞里士打亦果斷壓前進逼。4-4-2兩名中場都選擇壓前嘅時候，中場中間自然就會遺留西班牙嘅攻擊中場奧莫。所以阿根廷選擇用中堅殺出嚟補翻中場嘅位置。馬天尼斯快速逼近，唔俾奧莫轉身，咁解決咗第一陣之後，中場線好快已經可以 reform 啦，保持翻緊密。阿根廷整體嘅紀律性好強。咁繼續見到阿根廷整齊嘅4-4-2。你見到西班牙右中堅古巴斯攞波，麥亞里士打都會好主動殺出去俾壓力嘅，目的就係唔想俾咁多時間空間西班牙諗太多嘢啦，要佢哋快速咁做選擇。麥亞里士打一出去，後邊嘅中堅馬天尼斯已經準備好對奧莫，但係咁進取嘅壓迫當然伴隨風險啦。當馬天尼斯飆失俾奧莫轉到身，防線兩閘又俾兩翼牽制嘅時候，中堅就得翻羅美路單防奧耶沙巴，但係奧耶沙巴嘅單打能力唔算好強啦。所以阿根廷都唔擔心後邊1打1嘅，俾咗左邊嘅也馬之後，可以見到阿根廷整體回防塞位係塞得好快，咁 double team 也馬禁區頂一字排開，不過散到人之後呢，反而俾到禁區內嘅奧莫，也馬就順左腳招牌趟射，竟然食得唔正，輕易俾門將馬天尼斯沒收。咁見到阿根廷球員都好想盡快俾壓力對手啦，唔俾對方諗咁多，逼佢哋揀最快最容易嘅選擇。雙中場繼續壓前對洛迪同埋雷斯，中堅馬天尼斯都非常願意離開位置緊盯奧莫，所以西班牙好難組織到優質嘅攻勢。不過如果阿根廷前場嘅逼搶力稍微不足，西班牙就有機會長傳揾到前點。如果攞到個波落嚟，西班牙少一名中堅之下呢，後場有好多空間可以被利用。不過應付高波方面並唔係西班牙嘅強項，西班牙想再組織嘅時候，阿根廷都好快 reform 翻。安素亦都繼續壓前，少少被壓力。西班牙嘅左閘古古尼亞 underlap 帶走阿根廷右中場迪保羅，令左中堅拿破迪有空間可以準備傳中。同時奧莫亦都發現阿根廷中堅同閘之間有空位而前插，中堅馬天尼斯回頭望到，立即褪後解圍。咁洛迪墮後到兩名中堅之間，麥亞里士達都要諗跟定唔跟啦。當洛迪喺禁區頂攞波，麥亞里士達呢都係選擇跟上，安素繼續跟翻雷斯。今次就由羅美路壓前去對奧莫，
阿根廷逼到西班牙長傳，同時阿根廷亦都因為大部分球員前壓，令後場空虛。不過其實兩隊都唔係太擅長高波，第一點西班牙攞唔到，但第二點阿根廷又係攞唔到。阿根廷不斷中前場緊逼，左中堅馬天尼斯繼續離開位置對奧莫。阿根廷後場有空位嘅時候，其實非常有利也馬進行單對單嘅突破。賽前都有預計也馬有唔少發揮機會嘅，西班牙都多次長傳揾也馬，但係達利亞費高嘅防守都做得好好，也馬今場發揮都係普普通通。而西班牙逼搶方式由最前嘅奧耶沙巴或者奧莫用弧線走位，逼阿根廷往一邊發展嘅時候，身後隊友配合將阿根廷 trap 喺邊線，咁阿根廷左腳嘅左中堅馬天尼斯作用就非常重要啦。佢可以喺壓力之下用左腳傳出精準嘅傳球解壓，所以史卡朗尼會用力高岡山尼斯打左中場，希望利用佢嘅衝擊力搶到第一點，繼而直接進攻。所以馬天尼斯不論進攻定防守上都好重要。阿根廷進攻通常都會經左路去，原因當然係馬天尼斯能夠帶波上前之餘呢，仲可以傳到波打穿，可以幫到阿根廷突破西班牙中前場嘅逼搶，令佢哋翻唔切嚟呢，就可以直接進攻防線啦。阿根廷非常疏力嘅兩條平排4人防線，壓縮中路空間，防止西班牙嘅滲透。咁但係當阿根廷右路處於2對2狀態嘅時候，西班牙左中堅拿破迪有大量空間可以持球推進，主要原因當然係美斯靠近右邊，唔會主動逼壓力，令到阿根廷右路防守經常性唔夠人。咁所以中場安素都要稍微移到右邊協防，但係同時拍檔麥亞里士打喺另一邊防守緊雷斯，中間嘅空位就要前鋒艾華利斯走落嚟防守啦。咁但係遠水不能夠近火，阿華利斯始終唔係中場，西班牙專攻阿根廷右路，迪保羅同埋蒙維爾長期被牽制住，再加上自由人奧莫靠過嚟嘅時候，安素面對1對2嘅抉擇狀態。咁防守嚟講，安素係一定跟奧莫優先噶啦，咁所以中堅拿破迪經常冇人防守，呢個範圍西班牙可以人多打人少。咁最後到迪保羅要1打2，拿破迪傳到俾古古利亞落底，不過最後越咗位。西班牙進攻，雷斯喺中場想攞波啦，安素繼續果斷衝出嚟，唔俾佢轉身。但係當拿破迪可以冇壓力地攞波嘅時候，西班牙中場可以專心 overload。中間明顯4打3，當麥亞里士打同埋蒙維爾選擇衝出去俾壓力嘅時候，中間嘅安素就要1打2啦。走甩雷斯之後，羅美路殺出去，然後就到中間嘅奧莫吉咗。奧莫雖然掂唔到波啦，但係都引走咗中堅馬天尼斯，令到奧耶沙巴有位起腳射門。阿根廷利用收窄陣型，紀律性嘅移動對抗西班牙嘅 overload， 但係一時高壓一時收縮嘅防守非常消耗體能。前邊嘅艾華利斯消耗更大，因為佢要跑埋美斯嗰份。咁最前嗰個肯逼下，真係會幫到後面嘅隊友預判皮球嘅發展方向。不過留意中堅馬天尼斯開始跟唔上節奏啦，呢球有少少跟唔貼，然後就見到佢摸住自己右腳嘅大髀。咁大家都睇到佢呢個位進攻防守參與度都好高。整個上半場阿根廷受壓之下呢，更加令馬天尼斯超負荷，最終喺上半場嘅尾段就傷出咗啦。因應重點球員馬天尼斯嘅傷出呢，史卡朗尼都被迫作出調整。除咗奧達文迪頂替左中堅位之外呢，因為左邊冇咗個出球點，力高岡沙利斯因而作用減少被換走。中場麥亞里士打轉到左中場，換入帕利迪斯打中場中。不過帕利迪斯一入嚟就勁野火，喺球證面前都咁樣抽水，都好難唔吹你啦。吹完都仲要扮無辜，圍籠嘅時候第一下推拿破迪嘅背脊，球證又係望住嘅。咁然後奧莫都係行埋嚟去保護洛迪，帕利迪斯就突然跳掣發癲，兩連推奧莫。仲要全程球證就企喺隔離，咁時間只係下半場5分鐘，唔知係咪佢收到柯打落場就要製造混亂。咁由於中堅馬天尼斯傷出，阿根廷轉經由中堅羅美路出波，帕利迪斯鬥得比較深，將安素推返上去進攻嘅。阿根廷突然由左路轉到右路進攻啦，都係用兩閘拉闊負責邊路進攻。西班牙跟人嘅時候有少少混亂，古古尼亞出咗去對迪保羅，要中堅拿破迪過嚟包圍。蒙提爾可以嘗試爆一段，咁西班牙一直控制比賽，阿根廷都冇乜反駁嘅力量。即使阿根廷想 press 加壓，但係始終前邊少一個球員去逼，好難完全逼死控制力咁強嘅西班牙嘅。咁迪保羅要壓得更上去幫波，
艾華利斯都好努力喺前邊喪跑，引導西班牙去右邊。咁如果跟翻上半場逼搶嘅配置，安素要壓前去對洛迪嘅，但係佢回頭望到雷斯冇人看管，所以佢要褪翻後先封住傳球嘅路線。當去到博羅嘅腳下嘅時候，其實佢都冇短傳嘅選擇。問題係根據上半場嘅逼搶配置，中堅要主動壓前補中場嘅空位。咁但係見到奧達文迪喺中圈位置有猶豫，冇跟晒出嚟嘅，所以安素都有回頭檢查雷斯嘅狀況。咁佢只能夠盡力遮線保護翻中間。咁但係博羅突然一個過頭波，完美揾到中間吉晒嘅雷斯。咁你就見到奧達文迪嘅尷尬啦。咁跟下唔跟。翻緊去，突然又要開攻，咁企咗喺中間對防守零作用。當中間有失位呢，就立即被形成4打3。咁好彩西班牙把握唔到人數嘅優勢，有左右兩邊唔俾難度最高嘅中間。咁但係呢球已經可以見到中堅馬天尼斯嘅重要性啦。中堅馬天尼斯換上奧達文迪，無疑係一個downgrade。呢球佢本身 mark 緊奧耶沙巴，然後個波向左路發展嘅時候，阿根廷整體向左邊移動。包括另一名中堅羅美路啦，但係奧達文迪仲緊貼住奧耶沙巴，而冇跟隨大隊移多幾步，嘗試收窄翻同閘之間嘅空位。而西班牙奧莫見到空位就立即起動跑啦，帕利迪斯慢咗一拍跟唔到，奧達文迪嘅少少失誤俾到西班牙一次黃金嘅機會。咁見到有中堅羅美路有跟住奧耶沙巴去到中場啦，即使奧耶沙巴攞到波，因為羅美路嘅壓力唔能夠輕易轉身進攻，盡量逼西班牙回後從外圍進攻。帕利迪斯暫時代替中堅嘅位置，適當嘅時機再轉翻位。亞馬喺 half space 現身攞波，達利亞費高都係跟得好貼，唔俾佢轉身嘅。一輪混戰之後，控球權仍然落喺西班牙，因為安素壓咗上前。所以奧達文迪要準備防守奧莫去補位，但係佢就係猶豫不決。當雷斯傳到俾奧莫嘅時候，奧達文迪身體係有準備踏前嘅，但係突然之間佢又選擇退後，俾奧莫輕鬆轉身。咁係咪覺得自己年紀大唔夠快，所以保險啲，想保持距離呢？當然38歲好難要求佢好有爆炸力咁貼身防守，但亦都證明咗換上奧達文迪之後，阿根廷更容易受壓，更加被動。咁最慘係羅美路都傷出，奧達文迪再轉到去右中堅，證明負責出波又要負責出營嘅中堅呢，負荷非常之大。咁為維持活力同埋反擊力，史卡朗尼將整條右路換人，右閘換入蒙利拿，安素靠右支援，帕迪同埋巴安拿壓前失位之後呢，阿根廷右路突然形成一個3打2，右中場亦都換入斯蒙尼加強跑動能力，蒙利拿俾波之後恩德叻引走中堅拿破迪，俾更多空間美斯控球發板，傳到俾右路斯蒙尼嘅時候，如果佢第一時間撳出嚟，後上嘅蒙利拿空晒，可以輕鬆撞射。咁但係再等一步呢，已經冇位可以傳中啦。咁久攻不入嘅西班牙都要變啦，面對壓縮防守空間嘅阿根廷，兩邊嘅突破能力變得更加重要。所以左翼換入力高威廉斯，中場亦都換入帕迪，增加小空間用波嘅能力，希望從中揾到突破點。咁今次帕迪喺松14攞到波轉身，非常危險。然後艾華利斯非常明顯地從後用雙手推，咁帕利迪斯冇被推跌，再拉弓起腳嘅時候，艾華利斯右手再推一下。咁其實個動作都好明顯嘅，力度都大嘅。咁而球證就企喺隔籬嘅啫。真係冇犯規咩？呢兩下其實都非常明顯。咁去到下半場後段，阿根廷體力下降，雙中場繼續主動釘人嘅時候，冇中堅壓上中場補位，就輕易被 overload。西班牙輕鬆突破逼搶，一隊中場都翻唔切嚟，都係要中堅出嚟對一對。最後就係一隊中堅嘅虛位，俾到機會費蘭托利斯入楔射門，一隊正選中堅都傷出，對阿根廷打擊非常大。再加上下半場尾段安素嘅紅牌，令阿根廷只能夠盡力拖入12碼。咁牌面上阿根廷係打少一個，只能轉到4-4-1，咁但係實際防守上係打少2個，咁所以阿根廷已經冇本錢去俾壓力西班牙，破壞佢哋嘅組織，只能夠縮後，導致加時阿根廷只能夠捱打。阿根廷最前邊冇人嘗試引導施壓，咁其中一個中場就要幫手做埋啦。咁後邊中場被逼收窄壓縮翻個空間，
兩邊自然有更多空位。由博羅攞波到傳中都差唔多有2秒嘅時間俾佢去諗嘅。美連奴衝入禁區拉走一對中堅，阿根廷中場翻唔切，費蘭托利斯喺禁區頂冇人看管，然後美連奴過程中意外踩到奧達文迪，入球被判無效。咁尾段史卡朗尼向達利亞費高表示問佢需唔需要換啊？達利亞費高應該表示仲頂到嘅。咁跟住史卡朗尼就落指示轉成3中堅，換成3中堅之後就犯咗佢哋4強嘅對手英格蘭嘅錯誤啦。只有3中場加上前邊冇人掩護，中場兩邊暴露太多空間，邊路必定2打1，俾西班牙不斷傳中，就好似上場佢哋對英格蘭咁樣。咁見到阿根廷只有3名中場防守，cover唔晒兩邊中場，另外3中堅收得非常窄，3個 mark 一個前鋒，有啲浪費人力，係咪應該揾一個出嚟咩 mark 翻費蘭托利斯呢？咁西班牙喺外圍形成包圍網啦，可以不斷咁進攻阿根廷。3中堅繼續集中 mark 住一個美連奴。當傳中去到尾處嘅時候，威廉斯食贏咗個身位，咁但係佢都仍然要用力去對抗蒙利拿嘅，要接應傳中呢，有一定嘅難度。咁但係蒙利拿選擇推一推威廉斯，反而幫咗威廉斯一把。威廉斯可以順勢用頭 set 翻後俾費蘭托利斯。如果冇蒙利拿嗰一推呢，佢可能係頂得冇咁硬嘅。另一個角度再睇，原本最近費蘭托利斯嘅係斯蒙尼。咁可能斯蒙尼以為個傳中太大力會出界，佢選擇喺傳中嘅途中搞自己隻鞋。問號決賽喎，大佬，加時下半場喎。咁去到106分鐘，西班牙終於攻破阿根廷啦。不過美斯勁嘅地方呢，就係你會覺得一切都有可能發生，有美斯在場就有機會入波啦。所以阿根廷點解咁不惜力氣都要留翻美斯喺場上邊呢？最後美斯上力嗰10幾分鐘，阿根廷嗰個韌力嗰個壓力真係好強，西班牙就陷入咗喺呢個恐懼嗰度。不過最後都成功守住一球，奪得2026嘅世界盃。咁總結呢一場決賽戰情非常一面倒啦，有啲悶嘅。阿根廷去到加時後段落後局攻呢，先有第一次射門，先掀起全場嘅高潮。咁阿根廷全場零中目標，決賽嚟講咁懸殊咧，真係好少見。而西班牙表現中規中矩，雖然繼續表現出強大嘅控場能力，但係全場佔盡優勢之下，卻未能將優勢轉化成入球，都算係西班牙嘅通病。咁賽前都有預計中場中路會成為雙方必爭之地。西班牙面對阿根廷高強度嘅防守，未能夠組織到有威脅嘅攻勢，打唔出舒服嘅節奏。本來就會期望喺邊路嘅亞馬會有更多空間去發揮啦，咁但係結果亞馬嘅狀態持續低迷，未能為西班牙打破缺口。咁然而機會唔係冇嘅，你控住個波點都有1-2次機會嘅，有幾次趁阿根廷中場同埋中堅失位進入到心臟地帶，咁但係最後嘅處理都未能夠成功轉化為入球，令西班牙一直踩喺鋼線之上，隨時俾阿根廷偷到一球嘅話呢，就非常麻煩啦。因為阿根廷嘅可怕就在於佢哋嘅韌力、精神力。今場阿根廷用活動能力去限制西班牙發揮，戰術奏效，不斷施壓，令西班牙踢得唔舒服。希望靠力高岡沙利斯喺左路或者艾華利斯接應長傳衝擊防線。咁可惜西班牙右路防守，古巴斯、博羅表現非常出色，亞馬又會經常回防。阿根廷只能靠幾個人反擊呢，效果唔算太大。始終阿根廷依賴美斯進攻，美斯冇波掂呢，等於進攻死火。美斯120分鐘觸球56次，當中有接近一半26次係喺輸1球之後嗰10幾分鐘發生嘅，亦都係阿根廷進攻最有威脅嘅一段時間。呢2屆阿根廷全體都係為美斯抬轎，所有球員都要用跑去為美斯保留體力。咁你睇斯蒙尼喺場上邊，除咗跑同做 dirty work 之外，進攻上係冇任何建樹嘅，傳中、射門、大波都做得唔夠好嘅，連安素麥亞利士打嘅畫面都只有壓前去逼，跟住跑翻落嚟失位，來來回回咁樣跑。2名中堅相繼超負荷相出，艾華利斯直情要跑埋美斯嗰份啦，導致體能分配喺進攻上少之又少。咁最後安素嘅紅牌等於打少2個防守，好難再守得住啦。西班牙奪冠都非常合理。
咁首次有48隊嘅世界盃終於圓滿結束，咁今屆真係去到32強先叫做好睇少少啦。咁嚟緊仲話64隊添，真係唔知點算。咁 anyway， 多謝大家對世界盃系列嘅支持，咁全靠你哋今條片先有贊助。咁記得喺下面資訊欄撳下條 link download新創造球會2026。咁嚟緊都會做翻4強英格蘭對阿根廷啦，之後可能會做條世界盃最佳最差11人嘅。再之後英超又差唔多開季啦，咁今次世界盃之旅好似揾翻啲感覺，咁希望嚟緊可以 keep 住啦。但係最後最緊要都係要大家 CLS comment like share 同 subscribe， 咁幫手撳個訂閱掣，幫我盡快衝到10萬。能力許可嘅歡迎加入會員，嚟緊我都會諗下有咩可以搞嘅，或者喺下面利用 Super Fans 留言話我知有咩想睇或者意見。最後再次多謝咁多位一直嘅支持同埋體諒，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